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4月5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精挑细选。我们要读士师记第7章1到13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上主对基甸说：我要用这300个用手捧着水舔的人救你们，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，让其余的人都回家去。士师记7章第7节。3月29日，我的小儿子要入伍当兵，早上在桃园火车站的后站集合，要前往嘉义的新兵训练中心来训练，然后再分发到部队。虽然兵役短短的4个月，但是要遵守军中的纪律和一切的规定。记得36年前，我进入在南部凤山的卫武营新训中心，经过2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，在分发的日子，首先会有一些特殊的单位，他们的长官会先到中心来挑选他们要的士兵，所以先挑选那一些可能体能、战绩、训练成绩都不错的这一些的士兵，然后其余的剩下的士兵才会分发到各部队去，直到服役2年期满退伍。在上主用2次羊毛的神迹兼顾了信心软弱的基甸之后，透过在溪边喝水，能够来呼召他所要的这一些的征战的军队，从军队共有22000人，而米甸军大概有135000人，远超过以色列军队的人数。而上主进一步的裁减以色列军到300人，使得基甸只能依靠上帝，不能依靠人数、战术、武力、策略。当时的基甸的跟随者包括了亚设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等支派，而这些支派的百姓之所以会跟随，并非因为胸怀什么远大的抱负，还有特别的意向，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财产没了，被抢夺了，家庭破碎，妻离子散，自己的生命更受到威胁。所以呢，基甸的跟随者一来是为了要求生存，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要报仇。总之呢，这些乌合之众并不具备真正的战斗实力，所以当基甸求的印证之后，上主就开始裁军，挑选合适的精兵，将惧怕的跪下喝水的排除，只剩300人。这300人手捧着水来舔水，这样的人比较具有警觉性与敌情观念，在喝水的时候仍注意周遭的状况。上主使信靠他的人得胜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。基甸和他的300勇士是何等的有信心！原来上主已使敌人惧怕。这300的人，他们
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被挑选的过程当中，上帝调整他们的性命。所以这300人吹角打破瓦瓶，打破这个瓶子，然后高举火炬，就可以战胜敌人。从圣经来看，这300人是和基甸紧紧相依，甚至这300人在整个战事结束后，或许有疲惫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战死。为什么上主要挑选这300位勇士呢？因为这些人愿意调整他们的生命，合乎主用。上主亲自挑选300位精兵，并且不断来鼓舞他们的信心，使他们能够勇敢的征战。上主要基甸去米甸军营中，来听见敌人口中的预言，获得信心。基甸进到敌营，就听见一人将他所做的梦告诉同伴，说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个同伴就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他还会解梦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。上帝已将米甸和全军交在他的手中。当上主拣选我们参与他的拯救之功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全心来信靠他，与上主同行，与上主同在。弟兄姐妹，这才是成为得胜的关键。我们来默想，为什么上主要拣选这300位勇士呢？作为上主所拣选的精兵，我们要在哪些领域尽心尽力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引导我们生命道路的主啊，感谢你教导我们，使我们在征战当中知道决定胜败的关键不在于人数多寡，武器装备多么精良，而是在于有没有你的呼召，有没有你的同在。求你赐给我们刚强壮胆及智慧的心智，相信你必为我们征战，我们依靠你必能战胜仇敌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